台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进前嘉义市长的选举，因为其中一个候选人伫选举前过身，照规定，嘉义市长的选举延到12月18来投票。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的市长黄敏惠，今仔日正式请假来冲选战。民进党是天因推出的参选人李俊逸，特别甲因的中常会刷到嘉义市来举办。李俊逸嘛落正贴，邀请黄敏惠来一场正经的辩论会。团队活动选稍加进前，先破微软新刷落来开始拜票。黄敏惠去市场真亲切，和团商互动，每一单拢有去。一看到市场，袂少人拢替伊加油，个人放炮啊加欢迎。今仔日黄敏惠正式请假拍选战，伊讲对手有全党的支持，伊嘛甲宣讲，莫干那选举才来表演，给大家看。中央有资源的时候，就多来为嘉义市讲话。我想平时的表现，总比伫选举一时才来表演较重要。黄敏惠透早扫街拜票，暗时阁有造势活动行程真满。民进党嘉义市长候选人李俊逸透早嘛是扫街，公党的南投无分区立委罗美玲来甲相听。同款拜托每一单，每一双手。李俊逸要用故意来打动人心，针对黄敏惠讲，民进党全党拍一个人，伊回应党支持家己的候选人天经地义。马上黄敏惠唔敢政见辩论。我们就政见来辩论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，应该在民主政治上应该时常看到的。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都要拒绝。叫下面选战今日延登在嘉义市，会伫12月18进行投票。经过一份上新的民调，国民党的黄敏惠支持度59%，民进党的李俊逸是22%。那也目前要赢真济，不过连赢又按真期待会当变赢。这摆中常会嘛刷去嘉义市进行，大理党主席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嘛亲身来参加，会后嘛陪李俊逸来扫街，希望会当阁甲李俊逸的声量上好悬。